键盘开始，嘿。键盘，键盘一般来讲就是88件，较早就是85件，阵啊甚至有比88件搁较济，不过迄是较极端。当然以88件为主，这是通讯的上面。搁起来就是伊所谓的打旋器，打旋器咱一般土的来讲就是所谓的阿骨箱。阿骨箱伊的组成来讲，伊是钢琴内底上复杂的。复杂的程度当然是甲你你装配的功夫甲真心的程度有相当的关系。当然有真粗的，嘛有真幼的。迄就是价钱悬甲低的差异的所在。你讲迄就是焊头啊？那是上主要是你接触线的部分，这个就是所谓蛤蟆头啊。蛤蟆头啊？蛤蟆头啊，这讲的拢是土话。是。蛤蟆头啊，搁起来就是线，钢琴的线来讲有分钢线甲铜线，对上幼的一直甲上粗的，当然甲上粗的所在前，你要钢线要做到遐尼粗的前，伊实在是无容易进度。是。所以伊离差不多200-300年前就已经做这种改良过啊，所以伊才有才安尼发出这种声音。搁起来就是伊的上主要，你称作伊张力的所在，就是这个声帮。声帮，嘿。声帮，愈较早的当然是用翻抓的方式，愈近代的当然拢是用所谓真空铸造，真空铸造有伊真大的好处，就是讲伊毋免搁了真济工，搁去磨，搁去喷抓，搁去有诶无。真空铸造出来了，就等于直接会使就去做外壁喷擦啦。是。这甲咱下港码头迄边有一间迄落。做自来水表迄种重的迄落翻刷枪的艺术是共款，伊嘛是真空铸造，所以咱即来自来水表就只是重的，伊已经甲较早迄种真艰苦做法的迄种翻刷是无共，所以咱拢已经自动化。所以咱这个就是规个就是咱讲一只钢琴了，对吧？对。有看到乌漆的部分，其实这就是伊的外壳啦。外壳就对啊。外壳，外壳咱会使用一个上一般的讲法，就是讲就敢若家具共款意思。外壳是在人变化，看你的想法。你要红，你要乌，你要白，你要粉红啊，你要大红，你要青，你要蓝色，随在你。上尾就是讲这乌的甲白拢安怎讲？咱台语安怎讲？白就是白键，乌的就是乌键。好，感谢。